漢子勇敢巨星啊，尾二小霸王包咗落尾，仍然係盡跑得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外邊冚上嚟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！咁啊偷入邊上啊嘛，有太易穩啦，中間追有神希麗人啊，外邊就顏色之王馬林，中間啊馬力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得道猴王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好有心得扣出啊，埋邊追佢㗎嘛，有太易穩，出邊上緊嚟仲有隻顏色之王啊，接近終點太易穩呢就贏出呢場賽事，顏色之王就第二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好有心得人和家興啊！結果嚟到尾場嘅賽事，咁呢隻太易穩就攝咗入邊上咗嚟，外邊顏色之王追，中間好有心得，入邊呢仲有隻人和家興啊！好啦，結果今晚尾場賽事7-11啊，咁啊太易穩上次都係贏緊嘅馬啦，咁啊今次打搭再贏，顏色之王都算係咁噶啦，第一次跑呢個路程啊，第三要影下相喎，好有心得定係人和家興？望落好似好有心得，情聲少少，有人等影相啊！都係人馬好夾嘅，同埋騎師今晚好神啊！但係個關鍵就係潘明輝嗰度移咗出去，佢喺內欄呢留空條罅俾佢上嚟。